看着记忆在动呢。Oh my god！ 又一个操场。我这怎么这么多操场？学校很多呢。哎，这里这么多学校，而且都是800米的操场。我感觉那个像800米的。谁懂啊？那楼真的很像那个建筑楼盘。我觉得他在做什么？因为地广人稀嘛，它比较好画。对啊，因为他们那边地势复杂呀，都是靠这种地势特征起伏来划定那个的。哦，要降落了。对，我就感觉他在这样垂直往下掉。一起拍了算了。要不要把你车给我看？不用。其实有窗框的话就好很多。对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下面这种小汽车了。对。也不知道在雾什么。真的好好玩啊！哇，下来了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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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着地了，着地了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！不要，你这样子搞得很像，这其实好像已经落地了吧？没吧，落地了。对，现在落地，现在才落地。